歡迎收睇6點鐘新聞，詳盡嘅新聞內容。快餐集團大家樂決定即時收回員工用膳時間唔計入工時嘅安排，但係增加時薪嘅決定咧就唔會改變。大家樂強調咧咁樣做係希望釋取公眾嘅疑慮同埋顧及社會和諧。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就歡迎大家樂嘅決定，認為係有能力嘅企業多啲為員工設想係好事，亦都有助促進勞資關係和諧。職工盟就話取消原定下星期二罷食大家樂嘅行動。洪以敏報導。上星期先話食飯時間唔計入工時係為咗配合最低工資立法，但係事隔1個星期，大家樂就決定收回成命。大家樂發表聲明，宣布員工用膳時間唔計算工資嘅安排即時收回。換言之，日後員工食飯時間照樣有人工收。至於時薪照樣會加，根據早前公布嘅安排，時薪加2蚊至到3個半不等。大家樂強調，雖然食飯時間唔計人工嘅安排已經得到絕大部分員工回覆話同意，但留意到部分社會團體同公眾人士有唔同嘅意見，甚至誤解，為咗釋除公眾嘅疑慮，顧及社會和諧而作出有關嘅決定。大家樂又話，一向重視維持良好嘅勞資關係，日後會加強同社會各持份者積極溝通。大家樂現有員工15000人，其中13000人係前線員工嚟㗎。上星期六集團仍然話，為咗配合最低工資嘅安排，所以食飯時間唔計人工。集團再三強調，安排並非剝削員工㗎。但事件仍然引起社會好大嘅迴響，有團體就呼籲下星期二罷食大家樂。事件擾攘咗個幾星期之後，大家樂收回食飯時間唔計人工嘅安排。亞洲電視記者洪以敏報道。職工盟歡迎大家樂嘅決定，又呼籲其他企業即時取消用膳時間唔計入工時嘅做法。罷食行動咧，暫時我哋會取消嘅。我哋歡迎大家樂呢個懸崖勒馬嘅決定啦。咁樣呢一樣嘢亦都係工友非常之歡迎嘅。咁但係我哋希望咧我哋對最低工資嘅監察咧就並唔會因為呢一樣嘢而停止嘅。對於其他企業嘅有相類似做法嘅一啲企業啦，我哋就會希望亦都會呼籲佢哋咧就更改翻個做法。轉睇下其他嘅消息啦。喺青海玉樹遇到車禍喪生嘅港人義工曾敏傑追悼會同埋遺體告別儀式啦，喺北京八寶山舉行。港澳辦、中聯辦同埋特區政府官員都有出席致祭。主管港澳事務嘅國家副主席習近平透過特區政府慰問曾敏傑嘅屋企人，而特區政府就考慮以適當方式表揚曾敏傑，包括追頒勳章。駐北京記者祝子欣報導。靈堂裏面掛上沉重悼念曾敏傑嘅橫幅，連日嚟為丈夫身後事奔波嘅曾太，終於忍唔住傷痛，抱住親友痛哭。而喺靈堂外面，亦都放咗唔少嘅花牌，亦都掛住大愛長存嘅橫幅，同埋以曾敏傑嘅名為題嘅挽聯：敏感他人，苦難犧牲小我，傑出情懷彰顯人間大我。同曾敏傑一同遇上車禍，腳部受傷嘅女同事黃瑞亦都有到場。過百名嘅親友同埋同事送別曾敏傑，各人手持白色玫瑰花。大家首先非常的傷心，因為曾敏傑我們的執行董事，他在工作中是非常謙和的一個人，然後非常的和善，平時跟同事相處。有曾敏傑嘅朋友就希望佢嘅太太可以盡快重新振作。我覺得不知道該說什麼，就看今後吧，看看能夠怎麼幫助他吧。希望他能夠早日走出這個陰影吧，從悲痛中走出來是最重要的。部分人都忍唔住喊咗出嚟，當中亦都有同曾敏傑素未謀面嘅民眾嚟到悼念佢。喺靈堂外面呢，亦都放滿咗呢一啲白色嘅紙盒，一共有2000個，全部都係曾敏傑嘅同事接俾佢㗎，希望藉此可以送俾佢最後嘅祝福。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以及中聯辦主任彭清華都到場向曾敏傑致意。在他身上體現了一種血濃於水的情感和大愛無疆的精神，我們會永遠的學習
和懷念他。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仲帶住行政長官曾蔭權嘅慰問信到場。佢講到曾敏傑嘅善心同埋為人嘅時候，一度激動。呢個嚴肅呢種精神係好值得推廣。曾德成話：特區政府考慮用適當方式睇下點樣表彰曾敏傑。至於特區政府會唔會向曾敏傑追頒勳章表揚佢，曾德成話會交由有關嘅委員會考慮。曾敏傑上個星期喺青海玉樹運送衣物俾兒童嘅時候，遇上車禍身亡，終年35歲，遺下妻子同埋一對仔女。亞洲電視駐北京記者祝子欣報道。而喺香港咧，執勤時受傷嘅海關關員袁偉祥完成咗換肝手術之後啦，仍然喺深切治療部留醫。咁主診醫生話啦，袁偉祥康復進展良好，咁只係腎臟功能啦未能夠完全恢復。而捐出肝臟嘅海關督察許世民已經可以企起身同埋進食，相信咧好快可以出院。崔麗文報道。袁偉祥做完手術之後喺深切治療部留醫，肝功能逐步恢復，並且可以減低鎮靜劑份量，自己呼吸。但係佢太太就話覺得丈夫仲未清醒。其實佢而家可以坐起身啦，咁嗰條喉掹咗嘅，就戴住個罩咯。咁都好似未認得到我咯，我覺得即係仲係未清醒嘅，咁樣都有啲痛苦咯。即係仲要洗血咯，就係咁。佢同你傾到偈未？傾唔到啊，所以我都好失望咯。哦，係咁。你見佢嘅時候有咩反應？我見佢嘅時候，佢周圍望咯，咁好迷惘咁咯，即係仲未好似真係未清醒。主診醫生亦都話，袁偉祥腎臟未恢復，咁相信要大約2個星期先至可以離開深切治療。爭在個腎嘅，腎功能咧就暫時未恢復到。不過咧就腎功能未恢復係唔係咁緊張，因為我哋有啲透析血液透析機咧係幫佢清洗佢身體入邊嘅毒素嘅。而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朝早探望袁偉祥同埋捐出肝臟嘅許世民，許世民轉到普通病房講嘢進食亦都冇問題。周一嶽話事件喚起更多人願意捐出器官。許世民先生啦，咁就佢好叻，一去到已經企起身。咁就亦都同佢傾談咗相當耐嘅時間。咁我亦都代香港市民係多謝佢同埋感激佢。我覺得佢嗰個咁嘅決定、咁嘅行為呢，係俾香港人一個好大嘅榜樣。特別係喺關愛別人同埋肯即係犧牲自己。院方相信許世民幾日之後就可以出院。咁肝臟亦都會喺3個月內復原90%。亞洲電視記者蔡麗文報導。先休息一陣，翻嚟報導。日本當局相信喺互聯網流傳嘅撞船片段係石垣嘅保安部外泄。日本右翼團體再喺東京舉行反華示威，據報多達幾千人參加。精彩紛呈的新生活 G3 已經為您做好準備。中國移動聯手各大手機品牌，精心為您打造多款 G3 手機。現在多款 G3 手機已隆重上市，不換號輕鬆進入3G 生活。中國移動通信。